歡迎收睇或者收聽香港人看英國新聞。今次呢集係 AI 發聲，配有中文字幕。如果你哋對我哋嘅節目有乜嘢意見，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，等我哋可以有改進。當然唔記得免費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。多謝晒大家嘅支持。呢集係來自 BBC 嘅報導。倫敦希斯路機場 Heathrow Airport 因為倫敦西部海耶斯 Hayes 一個變電站發生爆炸並引發大火，造成機場關閉，航班取消，當地學校關閉，居民被疏散。反恐警察正在調查事故原因，雖然目前冇發現有不法行為。火災令大量家庭斷電，並對機場運作造成嚴重影響。當局已經恢復部分電力，但仍有數千戶家庭未能恢復，並且有大量航班受影響。交通方面，機場快線縮減服務，地鐵和公共交通也有嚴重延誤。詳細新聞內容：今日有關倫敦希斯路機場 Heathrow Airport 發生咗一宗大火，成為了大家關注嘅焦點。根據大倫敦地區警察嘅反恐部門調查，雖然目前並冇發現有任何不法行為，但警察依然保持開放態度，繼續調查火災原因。呢場火災發生在倫敦西部海耶斯 Hayes 一個電力變電站，當晚有2次爆炸，然後引發大火，導致當地包括希斯路機場在內好多地方停電。由於機場關閉，當地學校都關閉，居民被疏散。機場宣布未來幾日會有嚴重嘅運作干擾，並強烈建議旅客避免前往機場，直至希斯路機場重新開放。根據警方講法，反恐部門負責調查，係因為變電站嘅位置同呢次事故對全國關鍵基礎設施嘅影響。警方話佢哋有專業嘅資源同能力，可以快速推進調查，減少干擾，盡快找出事發原因。火災發生喺尋晚大約11:20，消防隊員接報後派出10架消防車，大約有70名消防員出動。現場有濃煙同高達10幾米嘅火焰，所幸消防員成功喺早上6點半將火勢控制住。因為煙霧太大，當局建議當地居民緊閉窗戶同門。由於變電站涉及一個大型變壓器，裏面有大約25,000公升冷卻液，所以影響相當大。雖然國家電網 National Grid 講過已經恢復咗62,000戶家庭嘅電力，但仲有近5,000戶未能恢復。希斯路機場嘅運作受到重創。據航班追蹤網站 Flightradar24，預計有超過1300班航班會受影響。能源部長文納賓 Emily Ben 表示，這次事件係前所未見，並推測事故應該係拎機場嘅備用發電機同變電站同時出現問題。而當地的居民都話呢次事故令人非常震驚，唔少人都表示對當局嘅應變措施有啲唔滿意，尤其係情報通知方面，住戶都冇得到及時通知。譬如有位叫 Danica Sinclair 嘅居民，當時準備瞓覺，突然聽到爆炸聲，之後睇到滿街火光，真係唔敢相信。當地政府希靈登區 Teelington 市議會表示，暫時有啲居民已經自行揾到避難地方，政府會繼續協助有需要嘅人提供酒店住宿，直到可以安全返屋企。至於交通方面，希斯路機場嘅希斯路快線 Heathrow Express 服務縮減至半小時一班，並且只係接載機場內嘅乘客，唔會再接受從柏靈頓區 Paddington 出發嘅乘客。至於地鐵方面，皮卡迪利線 Piccadilly Line 正常運作，但其他路線，尤其是伊利沙伯線 Elizabeth Line 就會有嚴重延誤。總括來講，呢次事件對希斯路機場造成咗嚴重影響，唔少旅客都要重新安排返程計劃，部分人甚至要改搭其他機場或航班。希望事發當局可以盡快解決問題，令一切恢復正常。呢集講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收聽或者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